迎接聖誕節，各家飯店業者都精心布置，也要提供民眾吃一頓豐盛的聖誕大餐。其中以天主教意大利家庭在平安夜的傳統盛宴為靈感，所推出3道不同風味的海鮮料理，也象徵節慶的祝福和豐盛。這是台南安平雅樂軒酒店的聖誕餐呢，其實源自於南部意大利的沿海地區，他們的天主教傳統就叫做七魚宴。他們在平安夜的時候呢，是不吃肉類的，他們就吃海鮮為主，象徵一種節制跟重生豐盛的意念。那我們這次就是推出了3款的海鮮的料理，然後跟這個傳統致敬。那再來就是我們也有融合本土在地的食材，能夠一起搭配，東西交融。趁着聖誕節，一家人聚集品嘗應景的節慶特色佳肴，特別還是有入選萬豪國際集團人氣王的意式料理——蔥香火燒蝦乾起司餃，更是結合主廚中西食材交織的創意，值得民眾把握12月28號前來細細品味。記者郭恩吉台南報道。